啊，从迄当时的历史上的这个垓下战役啊，迄个决战的迄个气氛，我就烘托起来啊，哦，加油啊，哦，林中义的最后，继续要送互大家鼓声礼，这是我好不强，王伟跟张志强，一个小小的礼物，一支小雨伞送互乡亲。哦。开心能够来到这里为大家演唱。那首先呢，我们也想为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。是的，我们是来自厦门歌舞剧院歌剧团的演员。我是黄卫，我的家乡在广东。我是张杰琼，我的家乡在东北哈尔滨。哈尔滨哦。今天呢，能够来到这里为大家演出，我们的心里充满了感恩之情。因为呢，我们此次的台湾行来到台南以后啊，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台南的乡亲这份质朴，这里的浓浓的乡土气息，深深地打动着我们。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《感恩的心》，希望大家同样的喜欢，谢谢。